各位好，请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本土增加16000外例，但是中推估5月底疫情可能会达到高峰。台北市今仔日有9900外例确诊，有要1万人。4支自转2机的通测，台中一个考场嘛出现头一个考生确诊。台铁工会发起劳动节外加班，今仔日对号列车是拢停驶，而且讲若是看无政府的善意，5日节同款外加班。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仔日本土确诊的人数搁再创下新高，是新增加16936例，若新北市是增加5810例，占上济。即届有增加47个中重症的患者，还阁有一个是中症转做是重症，内底有3个人死亡，拢是60外岁以上的侪岁人。医院即马确诊人数咧加悬，指挥中心启动确诊个案自主通报疫调系统。指挥中心讲，早起有发7000多条的简讯出去，已经有一半有通报啊。针对国内疫情，陈时中讲5月底可能会达到高峰。药局门口就一不少民众伫快台试剂是名册正式上路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身份证买数单双户拢会当买，所以虽然台北气温下降，也是有真侪人提早来排队。今天来买一下就买到了，对啊，大概是将近一点左右来了。应该要量再多一点，然后开放卖的地方再多一点，这样要像以前一样卖口罩，连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这种。民众买袂到感觉可惜，希望会当开放更较侪买的店家数量。加用快台是名册的贩售到7月中到12点为止，会当卖45万外人份，已经卖出10外万人份。只是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一直创新高，单日增加16936例本土个案，其中以新北市5810例上悬，其次是台北4134例，桃园2784例，同时也增加47例，加改判1例中重症个案，其中3个人死亡，分别是1位90外岁无注册疫苗的男性，加2位60外岁男性，其中1个人是进症中症转为重症死亡。神志清醒的状况之下，有自主签署了这个预立的遗嘱，就说不插管。那在后续住院使用氧气面罩跟瑞德西韦来治疗。不过还是不幸因为新冠肺炎跟消化道出血的双重因素合并呼吸衰竭而过世。伫这个同时，今日开始启动的确诊个案自主回报疫调系统也已经半数回报，发出去7000多人份，那回报的大概有一半。那这个将来这个系统运作成熟，那一定会减轻很大的一个负担。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要提高效能，除了变大的精进，也希望民众写资料要尽量正确。另外，讲到疫情高峰到后尾，陈时中安尼讲。那确实，我们现在在评估，当然有可能在5月中下旬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各种推估都有。陈时中强调，各种推估拢有，会由这些资料提出相应计划。另外，外界关注医疗帮盘的计算，主要爱看病房的相关证比甲整体住院天数，急症甲紧急加护病房的使用等情况，佮呼吁轻症也是无症状民众唔通钱去急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日有9944例确诊，有要甲1万人，将全国确诊人数的5成外。为着降低医疗的负担，新北市即马对台北市的政策行，为初三开始，社区体检站会优先开放予快筛阳性的民众来做 PCR。若台北市社区体检站的测量有效果，即马检出阳性率有要50%。即马会安排医生伫户外，民众会当直接予医生看，先煞摕药啊。逐天增加本土病例超过4000例，5月第一天就增加4134例。为降低负担，除了4月30开始，民众快筛阳性优先去7个社区体检站批测。即马体检站也将转做快筛阳性紧急处理站，也就是新冠肺炎急门诊的特别门诊服务。快筛阳性民众免预约去7个体检站批测，同时到医生看诊和摕药啊。我们在医院的外面。在急诊室的外面就把你处理掉，医生会给你看病，然后就点药物给你。也呼吁唔是快筛阳性民众尽量唔通直接去体检站。我现在看统计数字，阳性率是49.6，所以你不要本来不是阳性，现在因为接触太多反而变阳性，所以那个应该叫危险地带，你知道吗？
三总会伫初二加日结盟进服务，台北市政府除了继续找找地点增加服务，也会联络台大甲精总者医学中心加入，也呼吁有症状或者是有接触史的民众接做快筛。之前已发出无排除两性风险，伊佫强调，虽然台北市医疗量能要算充足，毋过按照顾规个800几套地区医疗需求，那中重症增加速度太过紧，超过负担，会马上处理。要确保说需要用氧气的病人。 都有医院的病床可以用。如果到那个程度，你知道吗？还是挡不太住的话，就明白的讲，我还是要断然处置，要再把这个防疫再升级，让这个疫情不会再扩散太快。 新北市初一增加5810例，也是全国上济。为降低医疗负担，下早开始，31个社区体检站优先开放快筛阳性或者是有症状的人采检，其他民众用进网络有效登记 PCR。为了要确保我们后端的医疗量能以外，也要服务我们所有市民朋友。如果我们市民朋友筛到快筛阳性，或是本身有症状的，又马上就可以直接到现场来做采检。 这个是我们优先的一个通道。中央5月初开始启用全国确诊个案自主汇报医疗系统，上班拢正肯定。台北市医院关家己建立的确诊者感染通报系统，新北市的医疗系统也伫过5月初1的时阵结束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府甲市议会参会群组，除了教育局长、文化局长确诊。 今仔日佫增加副市长、新闻局长、观光旅游局的局长，还佫有地政局长，即嘛拢确诊啊！而且这个传播链可能会佫扩大。另外，4支自转2支的统测，即嘛出现头一个考生确诊。教育部讲，确诊者有照规定送去病院，若其他同一间教室的考生有人去隔离市场考试，相关的权益未受到影响。 统测第2天下昼，考生完成最后一节考试，行出市场，大家心情显得轻松。也毋过拜六第1天最后一节考试，台中某市场接到通知，有1名考生确诊。这名考生随停止考试，依规定后送。共教室考生是伫第2天改去隔离市场应试。那第2天还有考试，所以我们透过事务单位的一个事先的规划，就在4间同一个学校的另外4间。 本来就设置好的这个隔离市场，就分别告知他们，第2天他们需要到那个隔离市场来应试。林尚平表示，这个市场监视人员也转做有备监视人员，教室是伫学生离开了后进行清消，搁由学校先封闭。台中市5月初1增加816例本土确诊，其中市府甲议会参会群组案继续扩大，搁有市府一级主管确诊。新增的4位是。 本府的令狐荣达副市长、新闻局长郑兆兴、文化局的秘书室主任，还有运动局的1位专员。卢秀燕指出，市议会教育文化委员会4月26日沙拉举办参会，市府有24人参加，包括副市长、新闻局长、教育局长、文化局长，也有2名议员在内，已经有10人确诊。也毋过除了这场参会，地政交通委员会也伫4月28举办参会，市府另外2名一级主管也确诊。目前是有34位哈，那目前除了韩局长今天早上 PCR 确诊之外呢，那现在这个下午刚刚我们也接到有另外1位地政局局长，他也确诊。台中市府目前已经累计有6名一级主管确诊，市府表示，目前已经进行分层分流、分时段办公，各局处也落实代指定机制，袂互市政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5一劳动节。 台铁的企业工会因为反对交通部保协商，就推动公司化。伫劳动节即天发起外加班。台铁今仔日所有的对号列车是全部拢停驶，敢若有加开18班临时的区间车。到尾仔的时阵，已经有所运超过3000个旅客。虽然车头已经有加强引导旅客搬车，不过台铁的 App 并无发布停驶的信息，有旅客透早去车头所发现无车通好坐。 坐伫月台顶等，逐工爱坐火车到设置工作的看先生，毋知影台铁5月初1全面停驶，只有少量临时区间车。伊讲家族铺啊5点多就来台北车站坐车。5点25分就到这边了。对，他说没有车，所以你等到现在？对啊。没有想说搭客运还是什么？没有啊，
啊，这比较方便啊。可是我上那个 APP 还是有那个啊，就是好像还是可以。好像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它是哦，太尴尬。那我可能改搭，可能对啊，或者是客运吧。也有旅客反映，台铁官方 App 头一夜并无公布停驶消息，有早班组走来车站刷坐无，影响大部分司机员午夜唔加班集体休假。台铁规工只开出18列次临时的区间车，再起台北车站第一帮进站的列车，关店9点04分，比标定慢2分钟。其实有加开，我们就很方便，不然其实我可能就要转坐客运或公车。原本是8点半要到校，所以我猜可能原本该搭7点半的车吧。所以现在迟到了，迟报啊。不过没关系啊，这就是他们是做他们该做的事啊。大部分的站务员也请假，月台少引导人员。车站大厅被票口全关起来，只剩穿黄色假的引导职工。交通部长王国才到以向前外口火车所运的来当花莲来视察，也亲自甲旅客同齐坐类火车客运。刚好在这一次把整个在铁路不能跑的时候，把公路做一个演练的哈。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不希望它用在这个罢工或罢驶上面。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状况或是他们要彻底做一些大的维修那未来这个整个应变计划，列火车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类火车，公路总局也加开往东部干线客运，以南港转运站发车的北发线回来开出前面一连续假期的6倍班次。也毋过除了早起尖峰时段旅客较侪之外，平均每班载客人数无800人。交通部表示，凡在5亿所运大部分用户，包括台铁239个车站、各重点公路、加各道客运转运站，拢无大量排队的人潮，也是车潮。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企业工会发起5一劳动节，集体袂加班。今仔日对号列车全部停驶，交通部用客运倒班车的方式来代替火车疏运。不过今仔日坐乘客并无多。另外，伫花莲还佫发生有一只接驳车要到受风车头的时阵，启动着限制悬度的棍仔，致使头前的玻璃闭起。加在迄当阵车顶是无乘客。现在第1月台停靠的是加班列车，车着区间车到站，真侪人赶紧上车。台铁企业工会5一劳动节集体无要加班，台铁临时加开18列次区间车，将化民众一上车讲正兴奋，只是对规工行程犹原未安心。要等来，我希望都有头好坐。啊，不过有的人到车站才发现火车停驶，心情拢乱去啊。有点错，因为我就觉得，怎么进去都被堵住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事情。台铁表定列车停驶，交通部也以类火车客运转接来应变。台铁公路总局人员协助指引民众旅客上车，啊，不过彰化华东这地区大部分的班次乘客拢无坐。是 OK， 可是只是会比较慢到地点这样子。会差多久？2个小时。火车都习惯了，现在反而提前到时间。类火车往返各车站，花莲所发生一台类火车要入去受风车头时阵，弄到含管膏啊，车顶钣金冒入去，玻璃壁损，好在在车顶无乘客。因为那个车站到吊头，吊头有一个限高的梁，那他就看看可不可以过，就轻轻碰了一下，那车的车顶就凹了一点。花莲监理站表示，研判这台车会运用，正将乘客载去目的地，就是要求业者免不将这台车做类火车。5一台铁停驶，各地状况也是未少。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大部分的员工今仔日是朝朝拢请假。台铁企业工会讲，若是看无行政院甲交通部的善意，5日这因同款是不爱加班。因那台铁产业工会下晡差不多有100多人去总统的官舍遐陈情。不过，因为遐4块里啊，并不是集会游行的申请区，所以去予警察挡掉咧。安全改革基层参与。甲顶管写公司化就是安全的家规啊突破，上顶突破台铁局甲交通部的白贼话。台铁产业工会12点半为捷运台北医站出发，原底要游行到总统官邸，表达因对台铁改革的诉求。不过，伫中山北路甲爱国西路口，就互警方2摆举牌甲警告阻挡。很多民众。媒体不了解工会的诉求，认为工会是想要反对改革、反对公司化。我们什么部都去过，什么院都去过，哪里没有去过？
那这些去过的地方，请问政府有回应吗？工会是最想要台铁安全的人。台铁三甲工会强调，台铁即马欠缺甲基站沟通的制度，基站欠人欠料状况拢无法度反映，就要面对真悬的职业安全风险。罗尾工会游行到总统府头前，参加劳动团体伫凯道举办的5.1劳动节活动。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原地的游行改做定点的集会，嘛缩小规模，现场大概有700多人参与。要来参加游行的人，一定要打满3剂，因为这也是治安的一种。今年5.1行动联盟的诉求包括对抗通货膨胀、爱加薪、爱职业安全、保年金。联盟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物价大起，薪资的成长又袂付物价直直起，要求各企业爱加薪，嘛要求中央落实制定最低工资法的承诺。劳工的平均月薪实质月薪是在43211块，包括整个的通膨来影响实质的薪资呢，反而倒退到41422块，劳工的实质薪资已经倒退了。职业灾害保护法的已经正式实施，在灾前呢，政府要做一些的措施，然后灾后呢，要怎么让劳工能够重建。联盟嘛呼吁中央以税收等方式避免劳保破产，强调劳保年金改革要参劳工团体沟通，确保劳工退休后的权益。记者郭军长随台北报道。接下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找伊拜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泽伦斯基，传达美国这边对因的支持。另外，印度危机真严重的马里坡有20个百姓撤离，不过要调伫咧阿索更铁厂内底受伤的患者，因的处境同款是真危险。30俄俄双方遵守停火协议，互围城马里坡20位，包括妇女囡仔在内的平民撤离。有计疏散到北方的扎波罗热。俄国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这摆撤离的有25人。目前大约有10万平民留伫马里坡，其中2000名阿索军团甲1000个平民秘伫阿索钢铁厂。不过俄军继续以碉堡客枪炸弹攻击，受损严重，食物水甲药品拢伫要用完。受伤的人无法度接受适当的治疗，开放性空喙甲坐机的人前方归集。医师透过影片恳求获救的人撤离。阿索军团希望继续协助疏散所有平民甲受伤的人。Хочу передать всем, кто это видит, что если вы не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здесь это в Украине, то оно пойдет дальше в Европу. Путинизм страшная зараза 21 века. 开战以来，相对平静的乌海港市敖德萨30受到俄罗斯导弹攻击，造成跑道毁损，无法度使用。俄罗斯军方表示，因以高精准飞弹击着17个乌克兰军事设施，摧毁敖德萨附近军用机场的一个指挥所，甲欧美国家运送的大量武器。Вони втратили у боях цієї безглуздої для Росії війни вже більше 23 тисяч солдатів, але не зупиняютьс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军已经摧毁9000台俄罗斯的战车，我200架飞行机，甲25000台装甲车，也收回哈尔科夫外围几个村庄，互百姓撤离。俄乌30上新一摆强化政府，包括1名有新女兵在内14名乌克兰人得到释放。好莱坞女兵妻，同时也是联合国难民特使的安吉丽娜·裘丽，30出现伫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甲无依无靠的难民会面，用实际行动替乌克兰得到网友的侮辱。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中共讲因黄金甲的年假开始啊。从3月份以来，因为未少所在爆发新的疫情，按算这个年假旅客运输量会比去年较少。目前北京的疫情有加悬的趋势，年假期间防疫措施因是有升级。也若伫上海，疫情是刚开始转好，不过封城的生活也是互民众感觉真艰苦。中国最近疫情上严重，上海部分地区已经封锁1个月。最近有万民众讲鼎讲碗，抗议社区亲像被人绑杀，确诊家庭无人送隔离地点，欠物资，唔知要做何时好。不过上海官方表示，当地疫情咧降温，已经连续4天增加确诊病例无到1万，测一通报7872例，是1个月来上低。
慢慢让咧复工复产，全市6个区达到社会面基本清零。核酸筛查和抗原检测的阳性检出率逐步的下降。经专家综合研判，我市社区传播风险已得到有效遏制。中国5月长假期这就8开始，原本应该有真侪游客北京，有名景点天坛、零零清清，当地是9加30之间增加67个确诊。当局认为首都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情势严重，全面升级防疫措施，5个场所、电影院拢暂停营业。一个规定，5月连假期间进入公共场所，要有48点钟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餐厅名类向今年外币，也咧起影响了4000来饭床病院。今年3月以来，中国真侪所在疫情搁滚价，深圳、东莞、上海、昆山甚至内蒙古包头拢真紧张。5天黄金连假，各地铁公路甲空中交通拢无亲像去年遐尼起，大家减少出门也影响房地产、零售服务业的连假商机。公司新闻收回中评价。各位乡亲，咱转来关心咱国内消息。经过13年，南平公路今仔日正式全线有条件通车。不少民众前一天就去排队，甚至是困伫车底。不过嘛，提醒民众要注意管制事项。目前拜2甲拜4是无开放通行，其他5天开放的时段是为早起7点到下晡2点。不过大型游览车甲货车目前是也无开放。无讲开放时间，就是长长的车阵，还佫有人前一暗就困伫车顶。我昨下晡就来啊，因为预时就知影讲这这个太热会塌啦，所以我昨就来啊。骑机车是这种昨就来啊。汽车分流哈，我放汽车的时候就没有放机车。经过13天，总算等到南华公路全线有条件通车。为着要保持着通顺，工作人员事先甲大家讲要安怎放车。7点时间一到，梅山口到台东向阳段两边同步来放车。台东短信寄出建设动机进入南华的画面。感觉好像所有的重机车队都跑到南横来了。南华通车才有条件开放，敢若互5栋以下的货车、甲9人座的汽车动机入去。通行时间为早是7点到下晡2点，3点开始管理用路人，5点全部爱净空。每一个拜2、拜4爱关起来养护。嘛，因为路段有真侪关节差，啊，佮路较矮，6股分局因为安全的考量，无要开放着脚踏车。记者王柳婷、明昭权、中明铁高雄台东报道。伫咱台湾，若是讲到外台戏，一般是伫庙口拜拜谢神的时阵才有演出。即马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着要互民众伫平常时嘛看会到精彩戏剧，即马当伫全国推动综合民间剧场的计划。嘉义市为4月30暗时开始，一直到5月初4，连续5天，伫王陵宫的庙埕要搬戏互大家看。一条丢，一切财。庙埕的舞台顶起鼓伴身，嘉义市王陵宫的庙埕闹热的气氛，好似就是新明生同款。为着要互民众伫平常时嘛当看到野台戏，庙方配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连续5天伫庙埕播传统戏剧。这次传艺中心也是文化部支持的，希望传统戏剧传统能够开枝散叶，就能够扎根。一寡迄个传统文化哈。啊，甲这个地方的戏剧，有足大的帮助啦。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中属民间剧场演出，今年已经是第5档。除了家己以外，续来阁会到桃园、台南甲中华演出，要用一日一团的方式，互到庙口看戏的民间文化，会当加做新的艺文活动。我们跟庙方来协调搭一个比较好的品质的一个戏台，然后呢，包括有好的灯光、好的音响，把整个演出水准提高，然后呢，透过一个有品质的演出团队跟演出现场，吸引民众回到庙口来看戏。真好啊，会当互歌戏继续演传落，啊无一寡少年仔拢唔知影，安尼真好啊。王林强表示，去年配合建庙100年，都有向文化部来申请这个演出，落尾因为疫情取消，今年总算成功邀请因来家己，希望透过全国性的戏剧表演，替地方公庙带来文化传承的意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
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